嗎？容下半生可以嗎？如換做別個早該找個新歸揭開那問，唯獨你願肯託付身，獨處在這平凡人激發我底蘊，無人期望我會是隻黑馬，你默然為了我自變身家，再鍛鍊早已壓下這一個他。會是最後贏家，願用心為了你做隻黑馬，勝利留下剎那，連鼓帶你宣下，獎金不夠吧，自由加碼，容下半生可以嗎？歸功這些年，在我腦內全部是你，都說是怕死。無人能預計這潛在黑馬會讓全部冷眼，大感驚訝脫穎而出剎那。